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強勢回應美國關稅威脅，推動歐洲戰略自主。2025年4月4日綜合報導。近期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針對美國的貿易政策、歐洲安全防禦及對外關係調整發表多項重要講話，展現歐盟在國際局勢動盪下的戰略佈局。1. 對美關稅威脅強硬表態，誓言反制並捍衛利益。馮德萊恩於4月1日向歐洲議會明確表示，歐盟將對美國即將實施的25%汽車關稅及對等關稅採取強而有力的報復，強調歐盟擁有實力地位應對貿易爭端。他指出，美國加徵關稅的行為將加劇通膨，損害美國消費者利益，並導致官僚主義的新海關程序怪物。他進一步說明，歐盟已制定反制計劃，可能針對美國科技巨頭等服務業出口實施制裁，但同時強調談判解決問題仍是首選。若美方持續施壓，歐盟將保護自身利益、人民和企業，包括發展內部市場與多元化貿易夥伴關係。2. 強化歐洲防禦能力，8000億歐元再武裝計劃。面對烏克蘭危機及美國對烏軍援暫停的風險，馮德萊恩於3月4日提出總額8000億歐元的重新武裝歐洲 Rearm Europe 計劃，旨在提升歐盟軍事工業能力，包括導彈防禦系統、無人機技術及網路戰準備。此計劃還建議放寬歐盟赤字限制，允許成員國增加國防開支。此外，3月6日的歐盟特別安全峰會上，馮德萊恩呼籲歐洲正處於分水嶺時刻，需加強自主防禦並支持烏克蘭。法國總統馬克龍亦提出以核武器保護歐洲安全的討論議題。3. 調整對外政策，平衡美中關係與貿易多元化。在達沃斯論壇1月及後續演講中，馮德萊恩多次強調歐盟需在嚴酷地緣競爭時代推動貿易夥伴多元化。他指出，歐美經濟高度依存，貿易額佔全球30%，但美國保護主義迫使歐盟尋求與中國、印度等國深化合作。儘管未直接點名，馮德萊恩提議美歐共同應對中國產能過剩、不公平補貼等問題，但也表明願與中國建設性接觸，追求更平衡的貿易關係，例如拓展數字服務和綠色技術合作。4. 國際輿論反應。英國金融時報分析，歐盟試圖在美中博弈中扮演第三極，一方面聯合美國制約中國，另一方面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市場。德國經濟週刊則指出，美國對華封鎖可能促使歐中經貿關係升溫，但歐盟亦警惕承接中國過剩產能的風險。結語：馮德萊恩的系列表態凸顯歐盟在貿易戰、安全危機及大國競爭中的戰略轉向，以強硬姿態捍衛經濟利益，同時加速軍事自主與全球夥伴網絡佈局。未來數月，歐盟與美中的互動將成為國際政經格局的關鍵觀察點。新聞來源：雅虎財經、德國之聲、俄羅斯衛星通訊社、香港01等綜合報導。